赞美，圣乐队今早起所要赞美的诗歌，万米照伊的时。三个来领受上帝话，记载伫旧约圣经出埃及记17章第1节到第7节。出埃及记17章第1节，以色列人全会趁耶和华的命令，照路站对神的旷野进前行，伫非利顶扎营。百姓无水通啉，百姓就甲摩西计较，讲：互阮有水通啉。摩西甲因讲：恁啥事甲我计较？啥事气耶和华？百姓伫遐真喙干，爱啉水，就爱阮摩西讲：你啥事带阮对埃及上来？互阮甲阮的囝儿。 阮的情生拢喙焦死啊！
摩西就求叫耶和华讲：我对即个百姓要怎样做啊？因差不多要用石头钉我。耶和华甲摩西讲：你做百姓的头前行，带以色列的长老、军仔人甲你去。你的手着举前日拍河水的管仔，看，我要徛伫你的面前，伫河烈的石盘顶，你拍迄个石盘，要有水对遐流出，互百姓啉。摩西就伫以色列长老的面前安尼行，伊名迄个所在叫玛撒，佮叫做米利巴。因为以色列人计较，佮因为因刺耶和华讲，耶和华伫阮中间也无。以上，愿上帝话赐予听伊的话，佮行伊的话的人，讲道老牧师今早起所要传讲的信息，伫咱中间的上帝。请咱同心来祈祷。主上帝，阮感谢你的听。当阮自责踮伫你面前的时，愿你的话震植阮逐人的心，帮助阮，互阮清楚知，你踮伫阮每一个人的性命，拢有你水的故事，拢有你水的旨意引带阮。同齐献上阮的祈祷，靠耶稣的名，阿免。现在来平安，来到伫咱中间啊，真正是一场真大的学习，也是一个冒险的过程。前几集伫咱教会遮有接待济伫分家南地区退休的传教者，因踮伫遮聚会，有机会甲几个牧者踮伫遮拍招呼。除了鼓励以外，因也讲牧会也是牧养人的性命，确实是一个真大的冒险。这是充满挑战。充满危险，但是也充满稳定。我想对咱每一个人来讲，其实嘛是共款。咱有感觉过，军队耶稣是一场真大的冒险无？真做一个信徒要军队耶稣，老实讲是充满试探、充满冒险、充满危险。但是一步一步，咱拢哪会看见？其实上帝一直咧带路。总是人上大的毛病是，经过一个坎战了，咱定定会开始讲，我应该会使啊吧，我应该会当靠家己啊吧。所以经过一段搁一段了后，人上大的试探是开始想要倚靠家己。当愈想要倚靠家己，咱就搁渐渐离开上帝，开始也拄着济的挑战。其实，上帝咧带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就是一段真长的故事。这段故事一直咧讲，人背逆上帝，结果搁互上帝搁带倒转来。上帝通过摩西带以色列人要脱离埃及王的管辖，因认为因已经得到自由啊，但是出去了后，到底是好也是歹呢？我毋知影咱安怎想，这到底好也是歹？踮伫埃及的时阵，看起来是真辛苦。埃及王的统治也带因最后面对一个事实，就是因会面对死亡。所以因大概因为安尼，认为讲军队摩西应该袂歹，所以就开始缀摩西出来。因也确实经验真大的稳定，过红海，真奇妙看到上帝果然行。神者总是当过到伫旷野，因一段一段不断咧行的时阵，因也开始咧想一个问题，过来咧，到底这条路要行偌久？到底伫旷野要行偌久啊？到底踮伫遮，敢真正遐尼欢喜吗？行一段踮伫马拉的时阵，拄着啥物事？因讲遮的水是苦的，上帝嘛听。所以上帝互水对苦成做甜，搁行来，搁行，搁拄着啥物？开始埋怨，阮无肉通食，无物件通食，所以有啥物互因通食？有玛纳，
有烟存，阁有物件通好食，阁继续行一段一段，其实新遮一直甲以色列人拢一直缀伫因后壁，甚至是行伫因的头前，不断带伊咧向前。总是因敢真正学会晓无？看到遮尔济新遮，敢真正学会晓吗？今仔日阁继续行到伫立会顶，踮伫遮咧扎营，问题阁出来啊！拄着啥物问题咧？即马无水通啉啊！阁继续无水通啉，因为无水通啉，因开始阁埋怨，问摩西，开始甲摩西计较。互阮水通啉吧，台语写讲计较啊，华语有当时讲搁较强一寡，应用这争论啊。阮到底有水通啉无啊？阮到底是有水通好啉无？摩西安怎回答？恁为虾米踮伫遮要甲我计较？恁为虾米要试探耶和华？摩西所听到、所感觉的，甲因所想的无共款啊。因一直咧计较讲，阮无水通啉，但是摩西已经看出，实际上因咧试探耶和华。因开始无阁相信上帝，你为虾米带我来到伫遮？上帝，你带阮到底是对还是毋对？所以因开始咧计较，因开始咧争论，因开始咧试探。摩西拄着即款的处境，因感觉真正是真困难，因为即阵人。心内底所想的，干那讲，我干那要啉水，其他的拢免讲啊。干那互我水就好啊，你阁甲我讲啥物拢无要紧啊。遮的百姓，因的目睭已经受到困难，所以甲因的目睭全部拢遮看。因愈来愈激动，开始咧质疑啊摩西，你为虾米甲阮对埃及带出来？互阮甲阮的囝儿，甲阮一切的精神，要踮伫遮拄着死亡。因咧质疑啥物人？因咧质疑摩西。是啥物人带因出来的？你敢真正摩西吗？敢毋是上帝带因出来吗？摩西是真做上帝的奴仆，所以是上帝带因出来。总是踮伫这个所在，因不断咧计较的是你这个人为虾米带阮出来？你为虾米甲阮带来到伫即款的处境中间，互阮无水通啉，互阮的性命要踮伫遮要死啊！伫埃及，阮受着法老的统治，阮的结局是死。啊，廖准讲对你会搁较好。无想到踮伫旷野，共款也是死亡。因不断咧质疑，受到遮尔济的挑战，摩西真艰苦。摩西心内底是艰苦的，遮百姓一直爱摩西负起责任，因为是你带阮来到伫遮，不断的质疑，人真正袂记你上帝，人真正袂记你上帝的恩典，人的记忆其实足紧就人讲健忘啊，足紧就袂记你到底过去发生啥物代志啊。只要开始袂记你啊，过去好的物件拢会当放散。特别当男甲女咧谈恋爱的时阵，有一日只要无搁爱啊，无搁相疼啊，所有的好拢会当放袂记。只要放弃啊，过去所立一切约拢会当莫搁管啊。偏偏人阁上高记啥物？好的代志拢会袂记，啊，歹的代志记上久。这是人真正所拄着的，咱真正面对的是咱家己的需要。最近因为有侪咱中间的青年人要结婚，所以我开始有机会甲因做一寡协谈，开始分享这些青年人的故事。啊，当我甲因讲到伫上尾的时阵，我拢会开始甲因分享伫一个过去所捌发生的经验。差不多嘛1年外之前，我有一对青年要结婚，所以我甲牧师娘就甲即对的青年做伙食饭。啊，讲的，讲到上尾啊，忽然间有一个人问我一个问题，伊讲牧师啊，我问你吼，
当你咧问阮两个人徛伫台前吼，问阮讲阮是毋是愿意啊，要接受对方，还是愿意要一世人相听的时阵，阮会当莫回答无？啊，我听到伊安尼问，我心内底就咧想，莫回答是啥物意思？所有人毋是拢安尼想吗？反正两个人徛踮伫遮，准备要结婚啊！啊，牧师问你是毋是愿意接纳对方，成做你的丈夫，成做你的负责人？啊，所有人大概拢头壳一片空白。啊，反正只要点头讲我愿意就对啊。结果即对的青年人问我讲，我会当莫回答无？哇！我毋知咱若是听到，咱要安怎回答？转去了，我毋敢甲伊的爸母讲。阮想足久的，我嘛开始，我甲无数年不断咧讨论这个问题，开始想要去了解因为虾米安尼想。后来大概咱知影，伫这个社会处境下面，愈来愈侪人离婚，愈来愈侪人真要办婚礼的时阵，真欢喜、很梦幻、真浪漫。总是过无偌久，因开始变啊，因开始袂记哩啊。啊，结果即对青年，因讲，因无想要违背伊家己的良心，讲一个讲我愿意，但是我若是一世人做袂到，要安怎？听听嘛是有理哦，敢若听是有理，总是搁较直接咧问一个问题是。对这对青年来讲，因将入约当作是个人的决定。咱会记哩，当咱踮伫教会内底咧讲结婚的时阵，毋是干那个人的决定哦，佫有啥物？佫有上帝要徛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所立的迄个约。但是当这对青年甲我讲到上尾啊，咱发现的问题是，因认为结婚这件事是伊个人的决定，因为我个人的气力有限。现在我当然愿意啊，现在徛伫教会的时阵我愿意，但是我无保证讲，5年了后、10年了后、20年了后，会当真正甲徛伫我边仔即个人行一世人。咱若是将入约当作是个人的决定的时阵，检采迄真正足困难的。因为咱敢若看到家己，袂记哩上帝踮伫咱中间，袂记哩上帝踮伫每一个入约的时踮伫咱中间。老实讲，即对的青年有一边是毋是基督徒，有一边毋是基督徒，啊，因为伊要嫁互一个基督徒的家庭，啊，照着即个家庭的期待，因需要踮伫礼拜中间，用礼拜踮伫教会内底办婚礼。婚礼，后来我甲因阁继续对话，我讲，恁真正足坦白、足诚实的，因为踮伫咱中间，毋知有偌济人，迄日反正就是今日来徛伫遮，啊，只要点头讲我愿意就好啊。无论到底是安怎，反正徛伫遮1点钟就过啊，敢若即场婚礼就结束啊。但是，即对的青年因真认真咧面对讲，到底我所要立的约是啥物？虽然伊也行伫，也未完全认捌上帝的过程中间。后来我的祈祷是，因会继续行伫即条路顶面，伫一条慢慢认捌上帝的过程，一段一段的向前，期待因真正会踮伫婚姻的过程中间体会。毋是靠家己的气力，是上帝踮伫因中间，成做因的帮衬。其实对因的故事，后来我开中职会，甲中职分享这件事，啊，所以后来所有的中职反应甲我拢共款，全部的人拢压伫遐，啊，搁来到底要安怎？未来。一代搁一代的青年人所拄着的挑战，比咱所想象的搁较大，搁较复杂。到底伫即个处境中间，咱怎样引带因？怎样成做因的帮衬呢？
伫教会聚会久久，咱也已经足熟悉伫教会的生活是啥物。反正照时间来聚会，照时间来服侍，咱拢将遮个代志当作真理所当然。总是当有时咱的生命拄着困难、拄着挑战的时阵，咱会放袂记，其实上帝甲咱是有关系的。上帝伫咱每一个时刻，拢诚做咱的帮衬。搁较直接的是，检采到今仔日，咱拢需要调整，咱拢需要照着上帝的开力来改变咱家己。咱是软弱的，咱是有罪的，咱真正需要上帝。照着这对青年的经验，因搁一摆提醒我这件事。有时替足侪青年办婚礼，嘛会惊入共款的试探。反正都拢足熟悉啊，反正对教会仪式拢足熟悉啊。袂记哩，其实每一摆入约，拢是回想上帝安怎点伫咱生命做工的过程。伫这个时刻，摩西确实拄着真大的挑战。伊哪亲像迄对青年，当然迄对青年咧问我问题是较客气。以色列百姓对摩西一点仔拢无客气，伊是真直接要质问：你为什么要甲阮带来遮？你到底凭什么？你要带阮迈向死亡，你敢知？摩西感受到遮个百姓真正非常的生气，伊无法度，只好向上帝呼求讲：我到底要怎样来对待遮个人啊？因都要摕石头甲我钉死安尼。对一个领导者来讲，伊踮伫这个困难，伊也无法度做啥物，伊敢若会当向上帝呼求。伫全部以色列人中间，摩西的重要性在伫遮，伊是一个上帝的奴仆。伫所有人伫拄着困难、袂记咧上帝的时，伊上界重要的任务是向上帝呼求，期待上帝继续踮伫遮做工。耶和华回应啊，耶和华回应摩西讲：你带以色列规个长老行伫百姓的头前，手内底摕着你早前咧拍尼罗河遐个拐仔去，我要踮伫石盘遐，徛伫你的面前。你拍这个石盘，水就会对内面流出来，互百姓通啉。耶和华讲：我要徛伫恁的面前，我要互水对石盘流出来。所以摩西甲以色列的百姓，甲以色列因就照安尼去行。当水对石盘流出来的迄点，所有人开始欢喜喊话，因脱离死亡啊！伫这个旷野，面对死亡的绝境内面，因搁一摆经验上帝拯救因啊！上帝真实因显现，伊一直拢在，一直甲因同在，一直无离开因。为着安尼，摩西甲这个地号名叫做玛撒，也叫米尼巴。所要纪念的是以色列人踮伫遮咧计较、试探耶和华。当因咧问这个问题，讲耶和华伫咱中间也无的时阵，因会安怎回答？是上帝确实踮咱中间。上帝互人踮伫旷野内面得到自由，得到生命。这是欢喜的事，这是恩典。但是嘛，永远每一个以色列百姓伫这个过程会当质疑，会当发出因的疑问。上帝永远人踮伫遮计较，踮伫遮试探。但是迄个疼，犹原拯救因，犹原通过伊的路步，带因一步一步向前行。上帝踮伫以色列中间，上帝无离开因，上帝互水对石盘流出来，
这就是上帝的拯救，这是上帝上大的恩典。今仔日，咱也是安尼啊。上帝已经拣选咱组成无共款的团体，踮伫无共款的所在，有无共款的教会。咱上重要的使命是，咱拢成做一个不断见证上帝的信仰团体。照着这个时代不断的改变，也是照着咱每一个人生命阶段无共款，对少年到老，咱一直咧转变，咱会经验济济的怀疑。有济济的试探，但是永远袂当袂记哩，上帝踮伫咱中间，伊正做迄个永远袂改变的石盘，也对遐要流出生命的活水。加入踮伫咱中间，甲开始踮伫遮生活，逐个人拄着我，除了我介绍咱的名以外，佫煞会着问我讲，牧师你来到伫遮会惯势无？其实11年前，我去新港的时阵嘛，安尼互人问啦。尤其11年前拄我去，头一个礼拜就拄着风台嘛，所以因就开始问讲，你到底会惯势无？当然，伫无共款的所在生活，伫无共款的教会服侍，甲咱做伙踮伫遮斗阵，每一个所在拢无共款。唯一不变的是，其实。咱拢咧相熟悉，咱拢不断彼此咧相熟悉，要了解咱大家，要了解咱的教会，要了解咱所徛起踮伫遮的台南，嘛要照着这个人物的过程，不断去看上帝踮伫咱中间安怎继续工作。无几礼拜，咱已经经验有喜事。有青年人踮伫遮结婚，也有丧事，开始有上帝接人到伫伊遐，所以咱开始有丧事的服侍，也有咱的兄弟姊妹拄着病痛，也听到有咱的兄弟姊妹拄着心灵忧伤的捆绑。伫咱每一个团契，伫咱每一个服侍的团队内面，也拢有无共款的阶段，咱一直咧调整。也一直咧学习，当然，阁有经过咱几啊摆的选举，对牧师的选举到长老的选举，2礼拜后，咱准备阁有执事的选举，咱也一直咧学习怎样缀上帝的脚步咧行。咱伫这个新的时代，确实是有挑战的。一个社会学的老师讲。咱真正咧面对一个充满未知的年代。未来台湾的人口是减少，毋是增加。但是所有的制度、所有组织的思考，拢是用过去几啊十年来用成长的方式来思考。真紧，咱的劳动人口会减少。真紧，咱所熟悉的环境会拄着真大的转变。伫这个转变的过程，教会要安怎继续人讲？上帝踮伫遮做工，教会要继续讲什么款的信息呢？一个搁一个的事件，其实是咱每一个个人故事的累积。有经验喜事，有丧事，有病痛，有欢喜。其实这就是一个一个无共款的事件。造成一个真大的课题，咱每一个时刻拢有烦恼，拢有不安，甚至感觉我到底会当做啥物？我感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嘛！伫这每一个怀疑、每一个计较中间，咱看到上帝一直踮伫咱中间，咱知。马撒甲米利巴会当互人纪念。上重要好消息就是，上帝容允咱发出质疑，上帝容允咱问问题，上帝容允咱问讲，上帝你敢真正伫地？但是当咱每一摆问的时阵，伊应允，
伊一定会用超越咱所想象的方式来行动。若亲像迄个石盘流出水共款，咱要踮伫这段旷野，经验自由甲新的活命。所以，伫咱中间的上帝是一个，互人会当拍开家己，自由去经验迄个无保留的疼的上帝。伫咱中间的上帝，容允人伊发出所有的质疑，伊也要用超越咱想象的方式来拯救咱。伫咱中间的上帝，要互咱经验永远袂煞的活水，互人因为信来得到新的活命。伫咱中间的上帝，塑造属伫伊家己的教会，属伫伊家己的团契，整个世界宣扬伊一直踮伫遮。伊就是咱唯一的望。耶稣基督正做咱性命的救主，谦卑进入咱的性命，听咱每一个人心内底伊的呼求。耶稣正做咱的拯救，当咱感觉济歹势人讲，歹势人坦白的软弱，耶稣伊拢知，伊踮伫遐咧听候咱，也邀请咱学习什么是基督耶稣的心，用耶稣的心做心，咱谦卑看见每一个人拢活伫上帝得救的故事内面。咱要看见上帝的同在。今仔日，伊游园之地，要带咱头前。每一日，咱拢要享受咱所无想象过的丰富。对少年到老，对囡仔到每一个年龄层的老人，咱拢是经验深切的信仰团体。石盘要流出水，这个活水赐人新的生命。咱要踮伫遮，不断领受。每一日，当咱拄着困难，信靠主，伊永远伫地。咱同齐来祈祷。主上帝，当阮踮伫你的面前，阮实在是软弱，真正无啥物气力的罪人。当阮拄着济艰难，当阮拄着济病痛的时，阮定定会袂记你捌拯救阮，阮会袂记你，原来阮拢是蒙恩的罪人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因为照着以色列百姓因所发出这一切计较的声音、试探的声音，互阮知你听阮的呼求，你听阮心内底真正的软弱，真正的惊吓，也应允你要踮伫阮面前，将活水对石盘流出来。想使阮有新的活命，想使阮有新的望。愿主你继续正做阮的教会的头，引带阮行头前的路，伫这个时代继续正做你的见证人，整个社会来宣讲主，你是这世代唯一的望，你是这世代唯一的拯救。你要想使阮真正的活命，因为你就踮伫阮中间。献上阮的祈祷，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三甲来吟回应诗，圣诗574首，明日只有信靠主。
着要报答上帝恩典，请咱用甘心乐意的心来奉献。请咱起立。请坐。这时我来报告，请掀开周报第9页，小会公告第1点。本会已经伫9月13召开2020年第2次临时会员好会，会中顺利通过第29届长老的选举，选举结果名单请咱家己来过目。第2点，本会定伫10月11甲10月18日召开2020年第3摆临时会员好会，要选举2021年到2024年执事16名。当日第1场甲第2场的礼拜要合并伫上午9点来开始，请咱提早到教会来领取名牌，佮挂名牌来就座。临时好会礼拜无提供网络直播，会员的名单也公布伫礼拜堂后壁会公布拿。若有漏交也是错误的，请咱小会员来提出补正。好会当日若袂当出席的会员，请咱各区的区长来请假。第3点，执事候选人的名单伫下面，也请咱家己来过目。第4点，10月11、10月
18日选务人员名单甲注意的事项，请参与的人也甲咱所有的会友做伙来注意。即时咱来看教会消息。第一点，10月初1、初2，即个拜4、拜5中秋节，办公室休假2天。第二点，10到12月，新安宫途径已经送到，请若有登记的兄弟来到办公室领取。集体交通第一点，本会何武聪兄弟伫9月14安歇主怀，享年67岁，定伫9月30日。即个拜三是上午9点，毋是9点半。上午9点要伫台南市立殡仪馆怀德厅举行告别礼拜，愿主安慰遗族。第二点，本会事业堪知姊妹伫9月18日安歇主怀，享年95岁，已经伫9月21日顶礼拜一，伫台南市立殡仪馆举行告别礼拜。为咗感谢咱教会牧长、长职、会友的关心，愿主也安慰遗族。团契消息，上河团契伫即个拜四是中秋节，团契聚会暂停一摆。第二点，南中常年部伫10月24日上午10点，要举办2020年敬老开金婚、立宝结婚、选结婚、白金婚表扬感恩礼拜，甲爱餐的招待。若符合这个资格的，欢迎恁踊跃上河团契会长来报名。报名的资格甲说明，也请咱家己来过目。煞只教界消息第5点，10月初4下主日下晡3点到6点，南中会、中职会、联谊会要举行，要来举办中会2020年的年会，开第31届的选举，地点伫嘉义教会，请咱若有要参加的中职来办公室来报名。以上报告，其他的消息甲方面的名细，请咱家己来过目。即时，请咱掀开周报第12页，做伙来读本周的金句。我先来读一摆，煞只请咱大家做伙来读2摆。看，我要徛伫你的面前，伫热烈的石盘顶，你拍迄个石盘，要有水对遐流出。互百姓啉，摩西就伫以色列长老的面前安尼行，出埃及记17章6节，请咱做伙来读，请看，我要徛伫你的面前，伫热烈的石盘顶，你拍迄个石盘，要有水对遐流出，互百姓啉。摩西就伫以色列长老的面前安尼行，出埃及记17章6节，搁一摆，看，我要伫你的面前，伫热烈的石盘顶，你拍迄个石盘，要有水对遐流出，互百姓啉。摩西就伫以色列长老的面前安尼行。出埃及记17章6节，煞只介绍，请老牧师。好，兄弟来平安。其实我无受到信赖的人因为上信的人拢是阮，所以爱有兄弟姊妹特别爱我讲，我拢无介绍牧师娘，所以爱互大家知影牧师娘伫后壁，嘿。一定要介绍名吼，牧师娘姓萧，叫孔子，琼瑶的琼，孔子的子，萧琼子，
安尼会记吼，因为无拢叫牧师娘，毋知影名。讲有两个囡仔踮伫对面主日学，一个查甫，一个查某，查甫迄叫立盘，就是咱读的圣经立在磐石上，叫立磐。查某囡仔叫做立心，立胸，立心，为什么要叫立胸？就是徛咧都会当有香味出来，流露出耶稣的馨香之气，所以立盘甲立香所以简单甲大家做介绍因为因拢踮伫对面主日学，所以有机会若是见着面的时阵，因为大家人讲应该看会出来。好毋知咱中间有新来的兄弟姊妹无？咱青年组会有嘉伟，给我们介绍一下吧，就是你了。博伟，不好意思，博伟一对台北来咱遮来台南工作，伊是踮台北双连教会洗礼，来到南科遮咧工作，昨有参加咱青年的组会，所以让我们欢迎你一下。好，请坐。搁有后边。这是中华来佚佗的，好，今日伫咱中间做礼拜，咱做伙欢迎。咱会当小三招呼，咱若是边仔有新来兄弟姊妹，会当做伙三招呼呀。踮伫礼拜煞，咱会当加减会当有几句话时间做伙来交期。好，以上安尼报告。三甲内吟祝福册恳的诗，圣诗398首。愿咱救主耶稣基督，吟诗后请老牧师祝祷。做伙领受上帝的祝福。但愿少数人仰望的上帝，借着咱大家对耶稣基督的信，来充满各样的平安甲欢喜，也借着圣神的气力帮助咱，互咱踮伫一生中间拢知上帝一直甲咱同在，赐互咱满满的仰望，满满的祝福，对答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谢谢。